正，各位老友記，今日我同你傾嘅呢個話題真係值得你含起耳仔聽清楚，因為講緊嘅係你下半生嘅福氣密碼。人到60係一個甲子大關，60甲子天地循環，正人生行到呢一步唔係終點，而係真正收割福氣嘅開始。你後生嗰陣拼搏奮鬥捱更日抵夜，為咗頭家，為咗事業，流過幾多汗水，受過幾多委屈，呢一切去到60歲，正天都會還翻俾你。點樣還？就係喺你身上留低烙印。各位老友記，你估下乜嘢人先至可以晚年安樂，仔女孝順，荷包鬆動，精神爽利？唔係靠你把口話自己好命，正唔係靠你後生嗰陣賺幾多錢，而係靠你身上呢幾樣嘢，靜靜雞話俾人知。今日我唔同你講八字，唔同你批流年，唔同你睇羅庚，就同你傾下60歲之後正。如果你身上仲保留緊呢5個特徵，咁你真係要掩住半邊嘴偷笑。呢啲唔係偶然撞彩，唔係你買6合彩中個安慰獎咁簡單，呢啲係天生福氣嘅烙印，係你前幾世積落嚟嘅福田，正喺你面上身上開花。結果中1個已經夠，你笑得見牙唔見眼。中晒5個嘅話，你根本係人間財神，地上福星，成個香港嘅福氣都聚咗喺你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一一拆解，正睇下你中咗幾多個，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就摸下自己塊面，望下自己對手。我哋開始啦。首先同你講第一個特徵，亦都係最易睇漏眼嘅，就係你對耳仔耳珠厚大，正我稱之為長壽珍珠。你千祈唔好睇小耳仔上面嗰粒細細嘅肉珠，好多人以為耳仔只係用嚟聽嘢，查實喺商學嚟講，以為針之利，而針係先天之本，精一個人嘅精氣神啊，夠唔夠？睇耳仔就知，耳仔仲代表你嘅童年運同一生嘅根基。由出生到14歲嘅運程都寫喺對耳仔度。60歲之後靜，如果你隻耳珠依然係毫卜卜有厚度捏落去，好似有粒珍珠喺裏面，摸落去軟熟又有彈性。恭喜你，呢個唔單止代表你靜氣充足，更加係長壽健康嘅鐵證。靜，我見過好多80、90歲仲行得走得，仲可以朝朝去茶樓霸位飲早茶嘅老友記，佢哋對耳仔一定有呢個特徵，耳珠大粒過蓮子。仲要唔係乾爭爭嗰種，係有肉地有光澤，正色澤，仲要白過或者紅潤過塊面。呢種耳珠喺古書叫垂珠招海，係大吉之相，主長壽主福力，晚年滯損要失，聽你教禪你一句話，佢哋當聖旨咁聽。相反正，如果一個人60歲耳珠薄過張紙，摸落去凍冰冰冇乜血色，咁就好容易精神唔夠，聽人講話聽一半，仔女勸你飲湯，你聽錯，以為佢話你左釘，一家人產生誤會，福氣就咁撩走。正，所以話耳珠厚薄關乎你嘅健康，你嘅家庭和睦，絕對唔可以睇少。我同你講個真人真事，早年我喺油麻地榕樹頭開檔幫人睇相嘅，嗰度夜晚好熱鬧，正睇相算命唱曲乜都有。有個叫德叔嘅老人家，啱啱過咗60歲，佢行過嚟想問晚年運程，佢話啱啱退休，有啲迷茫，唔知之後嘅人生點樣過。我第一眼就留意到佢對耳仔，正耳珠厚到好似掛咗2粒小肉丸喺度，色澤紅潤，仲大過粒車厘子。我即刻同佢講：德叔，你呢對耳仔已經話咗俾我知，你晚年唔使憂，長命百歲不在話下，正仲一定有仔女爭住孝順，你翻去好好享受人生就得啦。德叔當時哈哈大笑，笑到隔離檔口都望過嚟。佢話我講得啱，佢有4個仔女，個個成家立室。每逢星期6日，正屋企好似開茶樓咁，孫仔女跑嚟跑去，佢老婆成日投訴買餸買到手軟，個雪櫃長年爆滿。德叔仲話佢從來冇大病，傷風咳都少。行山快過啲後生仔，每年身體檢查，正醫生都話佢啲指數靚過30歲嘅人。佢問我點解耳珠厚就咁好，我解釋俾佢聽，耳珠厚實代表根氣冇洩漏，精力充沛，有精力自然長壽，長壽之餘仲要腦筋清醒。正講嘢有文有路，咁樣嘅老人家邊個唔中意？仔女梗係當你係寶啦。德叔後來真係活到90幾歲，少喪而終，臨走前仲同啲孫講：阿爺呢世人最自豪就係呢對耳珠，正你哋個個都要學保養身體。你話係咪好神奇？各位老友記，你而家就可以摸下自己對耳珠捏落去感受有冇厚度，有冇彈性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或者身邊嘅老友記真60歲後耳珠依然厚大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
打珍珠耳3個字，等我睇下有幾多場壽福星喺度記住我句說話。耳珠厚過酒樓嘅沙舊，福氣多過叉燒飯正。呢句說話唔係講笑嘅，係真有其事。講完耳仔，第二個特徵就輪到你個鼻，鼻頭有肉，鼻翼飽滿。呢個我稱之為財富不空。鼻喺面相學上係財帛宮，正主宰一個人一生嘅財富，特別係中年打拼嘅成果同晚年嘅積蓄同生活質素。好多人以為鼻高就係好，成日話要整個高鼻梁，查實錯晒。鼻高而無肉叫劍摸鼻，正呢種人晚年孤寒多計較，容易同人斤斤計較，反而容易破財。朋友都少幾個。真正有福嘅鼻係要鼻頭圓潤有肉，好似粒蒜頭咁，唔係見骨見節，鼻翼又厚實有肉，正唔會薄到好似紙咁。兩邊鼻翼仲要夠大，可以遮住少少鼻孔。呢個就係標準嘅富貴鼻，喺商書叫狠膽鼻。即係似一個吊起咗嘅豬膽，圓潤飽滿。60歲之後，正你照鏡望下自己個鼻，如果鼻頭依然有肉，鼻翼唔會瘦削內涵，呢個就代表你嘅財富穩固，晚年經濟獨立，唔使靠仔女俾家用，自己分分鐘有層樓收租，正得閒去半島酒店飲個下午茶，或者同班老友去日本浸溫泉，使錢使得開心又從容，完全冇壓力。仲有一點鼻翼飽滿，亦代表你守財。有道唔會左手嚟右手去，陰正年輕時積落嚟嘅財富，老咗真正可以享受到鼻頭無肉、鼻翼薄削嘅人，晚年容易為錢愁。就算曾經有錢，都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流失到頭嚟，仲要睇仔女面色。你話幾咁林良？正記得有一次有個60幾歲嘅師奶帶佢老公嚟揾我，佢老公叫發記，退休前係做的士司機嘅。師奶話佢老公退休之後成日擔心錢唔夠使，搞到神經緊張，成日夜晚瞓唔着，正脾氣又暴躁。兩公婆成日為錢人嗌交。我望下發記個鼻，鼻頭圓潤，鼻翼厚到好似兩粒肉餃子，仲有啲反光。我即刻話阿嫂，你老公個鼻咁靚，財富穩固，你驚乜嘢？正你不如翻去 check 吓，佢啲銀行簿仔肯定唔係你哋諗得咁差。個師奶半信半疑，嘴扁扁咁話：大師，你唔好安慰我啦，佢揸咗成世的士，邊有咁多錢啊？正後尾過咗一個禮拜，師奶打電話嚟，把聲不知幾興奮，話原來發記年輕時聽過客教路買落幾份保險同基金，一直冇理，收埋喺櫃桶底，到退休先發覺筆錢連本帶利相當可觀，正仲有層舊樓等緊收購，收購價係市價嘅倍半。師奶話而家發記成日笑口常開，成日請班老友去茶餐廳食飯，使錢使得好大方，因為知道自己財富穩陣，再冇失眠。正你話鼻頭有肉幾咁重要？各位你而家可以照下鏡，或者用手機影低自己個鼻嘅側面睇下，鼻頭有冇肉，鼻翼夠唔夠飽滿？如果你都係鼻頭有肉、鼻翼飽滿嘅人，正喺下面留言打鼻頭有福，順便話我知你今年幾多歲，等我統計下邊個年齡層最有財富。商書有云：鼻如狠膽，家財萬貫。你個鼻就係你嘅財富指示器，千祈唔好睇低佢。正第三個特徵，輪到你嘅下巴，下巴圓潤飽滿，我稱之為地國方圓。下巴喺商學代表地國主，一個人在65歲之後嘅晚運，特別係61到71歲呢10年，正係行地國運，亦都代表你嘅物業、不動產同埋家庭根基。你可以想象人生好似起樓咁，下巴就係地基，地基夠穩，土樓先至可以起得高、企得耐。你有冇發現，正好多晚年安樂嘅老人家，下巴一定係圓圓碌碌有肉地，有啲人甚至有所謂雙下巴。呢個絕對唔係肥胖咁簡單，喺商書叫重財，係晚年福厚嘅象徵。下巴兜兜飽滿有肉，正代表你晚年有瓦遮頭，唔使擔心居住問題，而且家庭關係和硬，仔女同孫仔女成日黐住你屋企人。丁興旺過時過節好似做節咁熱鬧。仲有一點，下巴飽滿嘅人，正晚年通常有食神，中意食乜就食乜，唔使就住就住。相反，下巴尖削向後縮或者下巴冇乜肉，好似粒三角朱古力咁呢，類商晚年容易孤單，同家人緣分薄，正甚至可能要住老人院，身邊冇親人陪伴。下巴嘅重要性就係話俾你知，你嘅人生大戲到尾聲係咪可以圓滿落幕？你總唔想自己奮鬥一生，最後孤零零咁過日子啩？正我有個細婢女，佢老爺叫堅伯，就係典型嘅地國方圓。堅伯下巴飽滿到好似一個小棍頭，仲有個少少雙下巴，成日俾人笑佢肥嘟嘟。
堅伯今年70幾歲，正退休前係喺街市賣魚嘅，唔係乜嘢大富貴，但係佢有2層舊樓收租，自己住緊嗰間仲係複式單位，有個大露台，成日招呼啲孫上去玩，夏天喺度 BBQ， 中秋節喺度賞月，正不知幾開心。佢啲仔女個個結咗婚都住喺附近，唔係深水埗就係長沙灣，總之15分鐘車程內一定到，就係為咗方便翻去探佢。逢星期日屋企一定開2圍你食飯，逼都逼唔入。陰陣堅伯最中意喺屋企個露台種下花，同啲孫講古仔，教佢哋點樣種番茄、種辣椒，生活得好寫意。有次我去佢屋企作客，見到堅伯嘅下巴，我即刻話：堅伯，正你呢個下巴真係福上，晚年安樂過神仙。你睇你啲孫幾殺你。佢哈哈大笑，話後生嗰陣成日俾人笑佢肥，仲試過想咁肥冚走個雙下巴，好彩冇成功。估唔到老咗反而成為優點，正所以話你千祈唔好嫌自己雙下巴，嗰啲唔係肥肉，係福肉，係你晚年食唔完嘅福氣。各位老友記，你而家就可以摸下自己嘅下巴，感受下夠唔夠圓潤，夠唔夠飽滿。正，如果你都係下巴圓潤飽滿嘅人，喺留言區打地殼方圓4個字，話我知你嘅晚年一定安樂無憂，記住我嘅說話，下巴兜兜，晚福唔使憂，呢個係千古不變嘅道理。好，正講完塊面，第4個特徵，我哋轉移視線望落去，你對手掌柔軟，掌心有凹位，呢個我稱之為聚寶兜。可能你會覺得奇怪，手都有樣睇，絕對係手相係面上嘅延伸。正一個人晚年有冇福，對手都會話你知，甚至比塊面更誠實。60歲之後，如果你對手依然保持柔軟，唔係乾硬粗糙、青筋盡露，摸落去好似摩砂紙咁，而且你攤開手掌，正掌心微微凹入去，好似有個小兜咁。呢個喺手相學叫聚寶盤明堂，係極之難得嘅福相。手掌柔軟如蚊，代表你呢個人性格溫和，唔急躁，貴人運強。正身邊成日有人願意幫你，親近你仔女、新抱女婿，都會自自然然對你好，唔使叫都會自動自覺關心你，掌心有粒位，代表你能夠聚財聚福，唔會錢財四散，晚年經濟穩定之餘，正仲可以成日收到仔女俾嘅利是禮物。你伸隻手出去，福氣就會自動走埋嚟。呢個粒位可以話係你接收天地正能量同身邊人關愛嘅天線，粒位越深，接收得越多。正我同你分享一個好溫馨嘅故事。喺深水埗有一對老夫婦，太太叫蘭姐，今年68歲，佢對手就係典型嘅聚寶兜。蘭姐年輕時喺製衣廠做女工，雙手本應好粗糙正，但唔知點解佢退休之後對手反而越嚟越軟，掌心個凹位仲可以裝到幾滴水。蘭姐60歲退休之後，仔女個個都好孝順，個個月自動入錢落佢戶口。正過年過節仲爭住買金鏈、買參茸海味俾佢。佢成日話我都叫佢哋唔好買咁多，佢哋係都唔聽。間屋就嚟變海味鋪啦。有一日蘭姐同我飲茶，佢伸出手嚟拎點心，正我一眼就見到佢掌心個粒位。我笑佢：蘭姐，你對手生得咁靚，仔女梗係爭住對你好啦。你呢雙手就係接收福氣嘅天線，你睇你呢個聚寶兜幾咁靚。佢仲話，淨有一次佢唔小心跌親啲仔女輪流，成家照顧佢新抱，日日煲湯攞上嚟，女婿就負責車出車入。佢話自己好似皇后咁，俾人照顧得無微不至。你睇下，手掌柔軟嘅人，正就係有呢種魅力，令人唔可以唔對佢好。相反，如果你手掌乾硬，掌心平坦，甚至凸起，咁就可能要多啲留意同家人嘅溝通，主動放軟姿態，唔好成日硬碰硬。因為手掌硬嘅人，正性格都容易固執，同人相處自然多摩擦。各位老友記，你而家可以攤開自己隻手望下，放鬆啲，唔好用力睇下掌心有冇一個自然嘅凹陷位。如果你掌心有凹位，手掌軟蠻蠻，正即刻喺下面留言聚寶盤等我睇下，有幾多人自帶收福神器。記住掌軟如蠻，福氣自然連萬。呢雙手就係你嘅風水法寶。最後一個特徵，第5個，正亦係最易睇得出，但又最需要時間去培養嘅，就係你嘅笑容，笑起嚟慈眉善目，嘴角向上，我稱之為佛口福相。60歲之後，一個人嘅心境會寫晒喺塊面度，真理想呃都呃唔到人。你開心唔開心，豁達唔豁達，善良唔善良，塊面都會如實反映。如果你成日面帶笑容，眉頭舒展，唔會成日皺埋好似個苦瓜羹咁。正法令紋雖然深長，但係唔會斷開，唔會向下拗。
嘴角仲要自然咁微微向上，咕，好似佛像嘅嘴巴咁。呢個就係佛口。佛口嘅兩邊嘴角喺商學亦叫奴僕宮，代表你晚年同後輩、同看護、同家用嘅關係。嘴角向上，奴僕宮飽滿，代表你晚年唔知自己快樂年大，身邊啲後輩外傭都同你相處得好好，爭住服侍你，唔會請一個就一個。正呢種相貌唔係單靠天生，更加係後天嘅修養同情懷。60歲仲可以有呢種慈祥嘅笑容，代表時時你貼生人積咗好多善德，心態樂觀，凡事睇得開，人緣自然好到不得了。正老咗身邊一定有好多朋友，茶腳多飯局多，仔女亦都會因為你嘅開朗性格而更加願意親近你。當正你係屋企嘅開心果，你有冇發覺有啲老人家成日黑口黑面，眉頭夾死烏麻，蒸發令紋向下拗，成個怨字寫喺塊面度，啲人見到佢都想掉頭走。咁樣嘅樣貌，就算本身有福，都會被自己嘅負能量趕走晒。相反，慈眉善目嘅笑容本身就係最好嘅風水，正能夠化解戾氣，招來貴人。我認識一位做義工嘅陳婆婆，佢今年70歲，住喺黃大仙。陳婆婆塊面成日都掛住笑容，嘴角永遠向上，法令紋就好似一對括號咁，正將佢嘅笑容框住，令人一見到佢就覺得好溫暖，好似冬天見到太陽咁。陳婆婆雖然唔係大富大貴，但係佢嘅人緣好到嚇親人。佢喺社區中心做義工，個個都中意佢。正嗰啲後生仔女成日買嘢食俾佢，當正佢係自己婆婆。咁佢啲仔女雖然結咗婚搬咗出去，但係日日都會打電話俾佢，一放假就接佢去玩，成家去西貢食海鮮，或者去離島行下。正陳婆婆話佢後生嗰陣都試過乜都放喺心入面，搞到成日病，周身骨痛。後來佢學識咗笑，對人寬容，慢慢就連條命都改埋。身體都好咗好多。你話笑容嘅力量係咪好大？真佛口福上就係話你知你點樣對個世界，個世界就會點樣回報你。60歲之後你可以冇金冇銀，但係絕對唔可以冇咗笑容。笑容係免費嘅，但係佢帶嚟嘅福氣係無價嘅。正，各位，你而家對住塊鏡笑一笑，睇下自己個嘴角係咪自然向上，睇下自己個樣係咪慈祥可親。如果你都係成日笑口常開，嘴角向上嘅人，喺留言區打笑口常開，正讓我同你哋一齊感受呢份正能量。記住，笑口常開，福氣自然嚟，貴人都多過街市嘅魚蛋檔。呢句說話千真萬確。好啦，一口氣同你講晒5個天生福氣嘅特徵，正等我同你歸納一次。耳珠口大嘅長壽珍珠主健康長壽，鼻頭有肉嘅財富不空，主廚父無日下巴飽滿嘅地國方圓，主家庭物業安穩。手掌柔軟嘅聚寶兜，主人緣貴人旺盛。正同埋笑起嚟慈眉善目嘅佛口福雙，主心境快樂，晚年壽侍奉，長壽財富，家庭貴人心境。呢5樣嘢正正對應我哋頭先講嘅5個特徵。正呢個就係5福臨門嘅全相福氣圖譜。你數下自己中幾樣就知晚年福氣有幾重。如果你中咗3個或以上，我真係要講聲恭喜你嘅晚年肯定飲得杯落，仔女孝順，經濟無憂，正身體健康，日日都係好日子。如果你5個中晒，咁你簡直係鳳毛麟角嘅人間福星，可能係前世做大善人，今生嚟享受福報嘅。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將呢份福氣傳開去。正得閒請下朋友食飯，做下善事，令福氣循環不息。就算你只係中咗1個，都唔使灰心，因為中1個已經代表你有福根。只要你識得惜福培福，其他福氣都會慢慢向你靠攏。正有時我會諗，人生行到60歲，就好似一場馬拉松跑到最後幾公里身上。呢啲特徵就係沿途嘅補給站，話俾你知你一直以嚟嘅努力冇白費。耳珠口大係你珍惜身妻嘅證明，正鼻頭有肉係你理財有方嘅鬆張，下巴飽滿係你家庭和諧嘅獎罷，手掌柔軟係你待人溫和嘅回報。而慈祥嘅笑容係你內心富足嘅光芒。呢啲特徵唔單止係天生，正仲包含咗你一生人嘅修為。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有呢啲特徵，請你繼續保持好好保養。如果你發現身邊嘅老伴老友有呢啲特徵，記得提醒佢哋，正話佢哋知佢哋係幾咁有福氣，咁樣大家都會更加開心。講到保養，我好想同你分享幾個簡單嘅方法，等你呢啲福氣特徵可以長長久久。耳珠方面，得閒多搓耳珠，前後按摩，正特別係朝早起身嗰陣，
可以刺激筋氣，令耳珠保持飽滿。長壽珍珠越搓越亮。鼻頭方面少啲挖鼻孔多啲，用食指摩擦鼻翼兩側嘅迎香穴，呢個動作可以令你財路通暢。正鼻頭保持紅潤有肉。下巴方面多做抬頭低頭運動，防止下巴鬆弛。平時梳頭嘅時候可以用木梳嘅背面輕輕扣下，下巴有助地殼堅固。手掌方面每晚臨瞓前搓熱雙手，正互搓手掌心，令明堂保持溫暖，聚寶兜就會越嚟越深。笑容方面每日朝早對住塊鏡笑3分鐘，練習嘴角上揚，久而久之面相就會變得慈祥，運都轉埋。不過最緊要嘅培福方法都係心念，相由心生。以上方法都係互助，最重要係心境開朗，日日與人為善。你對人笑，成個香港都會對你笑。福氣唔係天跌落嚟，淨係你一生一點一滴收翻嚟。你今日種乜嘢，因將來就會收乜嘢。而家我想你做一件事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講中咗你，或者講中咗你身邊嗰位可愛嘅老人家，淨唔該你即刻點讚，將呢份福氣透過個屏幕傳出去。點讚之後記得分享俾你嘅仔女朋友親戚，特別係嗰啲就嚟60歲嘅老友記，話佢哋知福氣係寫喺身上嘅，正等佢哋都照下鏡睇下自己有冇呢5個特徵，一齊開心下。如果你老豆老母阿爺阿嫲有齊呢幾個特徵，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一齊沾下福氣。仲有，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撳埋隔鏈個小一啖。我係你嘅風水國學良師益友。我會繼續同你分享更多傳統智慧，教你點樣由內到外提升自己嘅福氣同運勢。你嘅訂閱正就係我最大嘅支持，亦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最後我喺度留一個問題俾你哋，你覺得呢5個特徵入面邊一樣最神奇？或者你身邊有冇邊位長輩身上有齊晒呢5樣嘢？正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親自去睇你哋嘅留言睇。有幾多香港地嘅人間福星？可能你嘅分享就會成為我下一個故事嘅主角，我都想聽下你哋嘅故事，大家一齊交流，正一齊開心。多謝各位吉星高照，願福氣長伴你左右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和睦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